我们看到这一回合的调整啊，伊利夏提轻易已经不出后手。在体能上也有所调整。没错。Blue corner, let's go. Box. 好的，双方来到了第6个回合。选手。刚才我们也是说到啊，这个伊利夏提进入到了比赛的中段之后，很少出后手了。后手不轻易出。这个回合应该是做了一些战术上的调整。没错。那么这一回合一上来，我看到他的这个出拳的分量和频次又恢复了。没错。这就是一个成熟的边角和一个成熟的拳手，在一个10回合的比赛中所展示出来的这种经验。进行体能和战术上的调整。是的，伊利夏提一直打的都非常的自信。当然了，打这种比赛，这个信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是的，在赛前呢，双方团队也都是应该很详细的研究过了对手的特点。没错。前手。其实虽然说现在伊利出前手还是比较多一点，但是伊利的前手命中的次数也是比较多的。好的，伊利的前手控制还是非常有效。对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对手后手的这种重击。对手的反击也非常犀利啊。看到完末，前手击服，伊利回击。漂亮！哦，漂亮！后手前手，完木的抗击打确实太好了，确实。完木也是不断的在用脚步往左右去移动，又一记重拳，伊利再次把完木逼到了卫生边啊，完木走开。哦，反击！完木连续出了3拳的反击。伊利的摇闪也很不错了。后手，前手，1-2连接。很不错。这一阶段，日本选手完木加强了反击的出拳的频率。没错，到第6个回合了，也应该着急了。他眼角的流血一直还是没有止住。10秒。哦，我们在这个回合的最后一段时间展开了自己的反击啊！很精彩的对攻。